王全贤，以及我们荣誉的总会长韩荣誉理事长，还有我们我们这个民进党宗教委员会的总召集人是于正宪，以及我们召集人林永坚所有的点团师所有的道期，各位兄姐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日真正欢喜来参加咱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成立30周年的这个感恩大会。看到咱的道亲，大家拢抱着欢喜的心情、快乐的心情，咱大家切磋嘛拢真正清气，真正体面。这就是咱一贯道互社会各界的这个真好的这个现象，嘛显示着咱的道亲团结一致。然后咱道亲伫社会每一个角落咱做真侪这个公益。咱道亲伫社会嘛做一个真正侪的这个善事，所以一贯道伫咱的民间拢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同，甚至大家拢开真侪的这个道场，大家嘛真侪人拢来参加咱的这个一贯道。我的老师就是谢辉华，我谢辉华。我是花一崇德的系统，我的道场伫县中的这个老祖师庙，我有当时会去甲伊看看，但是我老师真无闲，伊拢走去世界，走去外国，我若听伊讲道，我听无，因为伊学问真深，体力真深，我实在是真正听无。但是中华县政府每一年拢甲伊举办这个读经的会课，所以阮学校这个小朋友拢报名参加这个读经的这个会课，读经读经会当互咱朗朗上口，会当出口成章，所以互咱讲话时会感觉讲这个囡仔真有内涵，嘛真有学问，所以中华县政府真欢喜，拢会当甲咱一贯道建立这个密切合作的这个关系，来推广这个读经的这个活动。咱一贯道过去每一个宗教拢有受到这个统治者的这个迫害，咱一贯道过去嘛是安尼，因为民主的这个条例。宗教有自由化以后了时一贯道坚持教化人心，社会这个公益方面不断正向来呈现，所以人愈甲咱愈来愈茁壮，即摆愈来愈自由，咱更为茁壮，所以我们是一股社会安定的力量，嘛是咱人心浮动沉潜。力量，所以一贯道会当甲大家做道亲，这就是我的公益，我的公益。今仔日大家拢来共同来庆祝咱总会成立30年的这个生日快乐，而且祝福咱一贯道总会这个今仔日感恩的这个大会圆满成功，未来30年。不断30年，咱一贯道会愈来愈善。咱毋是讲欢迎社会信一贯道，希望甲咱无共款批委人也共款来信这一贯道。咱毋是讲伫这亚洲，咱来当去美洲、非洲、欧洲，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级的宗教，安尼好唔好？而且祝咱这个道亲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感谢各位，感谢。
请草屯镇镇长洪镇长为我们致辞，感谢您的莅临。